彼得的批前书，彼得前书第1章。我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我写批予分散伫本都、加略泰、加帕多家、亚细亚、必崔尼等所在徛起的人。恁受拣选是照父上帝有定的旨意，对圣神诚做圣洁，通顺服耶稣基督，搁对伊的血得到洁净。愿上帝丰丰富富赐恁恩典甲平安。要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根据伊无限的仁慈，通过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帝有予咱定出世，通得到活活的愿望，来承受伊为着恁保存伫天年迄个袂朽烂、袂拍烂山、袂消失的福气。这是要予恁这会通过神，受伊的大能力保守的人，通得到准备伫将末的时机要实现的拯救。为着安尼，虽然恁现在暂时夭折，受种种的试炼，心艰苦，恁就欢喜。这是要证明恁的信心堪得受考验，比予迄年价犹未败坏的金搁较宝贵，通予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懊恼、荣光甲尊贵。恁虽然毋捌看到伊，嘛听伊，现在无看见伊，要搁信伊，恁有用言语袂当表达极大的欢喜，因为恁会得到神的结果，就是灵魂的得救。关系这个拯救，预言恁会得到恩典，遐个先知已经有研究，搁详细查考，因得到伫因心内基督的神对因的指示。查考关系基督的受苦，甲后来得到荣光，这个预言为伫什么时，为安怎实现？上帝有甲因启示，予因知因的事奉，毋是为着家己，是为着恁。这个事现在已经有靠对天来的圣神，通过福音的使者传予恁。这个事连天使嘛迫切地听候爱知，所以恁的心智着准备变，着警醒，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，所要赐恁的恩典，着做顺服的囝儿，毋通照恁前毋捌上帝的时，安尼放纵私欲。呼召恁的上帝是圣洁，恁伫一切行为嘛着圣洁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：恁着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恁既然求叫用同一个标准，照逐人的行为审判人迄位做弊，就着用敬畏的心，伫世间的日子做侨民生活。因为恁知，恁受赎回，脱离祖先留予恁迄款无路用的传统，毋是用为败坏的金银，是用迄位无缺点、无污点的羊羔，基督所流的宝血。基督伫创造宇宙以前，先互上帝拣选，伫这个末期，才为着恁显现。恁通过基督，神互伊对死人中国活，搁赐伊荣光迄位上帝。安尼，恁的信甲仰望拢在伫上帝。恁已经对顺坦真理来洁净家己，有纯真的手足之情，就着用清气的心对心底热切相听。恁毋是对未败坏，是对未败坏的种子，就是通过上帝活活永远袂无去的话来定出世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人拢亲像草，因的荣华拢亲像草花，草会干，花会谢，总是主的话永远存在。这就是传予恁的福音的信息。